要纪念我甲雅各所立的约，我要纪念我甲以撒所立的约，我甲阿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也要纪念这个地。信息第3首，阿伯兰的上帝。 请大家徛伫因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角祈祷。阮伫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达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我入灭去，就救我脱离迄个歹。 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只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 伫本州必列岛林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罗因府，第3日对死人讲过我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起亚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 阿门。请坐。即嘛用启应文教导，启应文第8篇
伫信息后面1009页，就是诗篇第23章。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新的气力。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引诱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的人做伴。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仔是2025年第1个主日，众兄弟姊妹伫咧教会组织，甲伫咧网络直播前虔诚来敬拜你，恳求圣神降临，带领我伫新的一年向前跑走。前几天伫咧跨年的时阵，台湾各地到全世界，拢是用欢喜热情的心咧迎接新年。看到灿烂的烟火照光夜空，一阵阵欢呼声也反映阮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回顾2024年，虽然有疫情了后经济回温，台湾的知名度伫咧世界愈来愈拍开。阮为着运动选手伫咧国际舞台的表现，感觉光荣。国际人士入境，甲国人出国观光也报复性的增加。但是，阮知全世界并无较平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搁咧进行，以色列甲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到现在无解。台湾海峡的紧张依然存在，就是台湾内部少子化的冲击、政党的恶斗，甲官员的食钱，拢是咧救赎国本。圣经有记载上帝的教示，我要行伫你的面前，手臂坎坷的地，我要拍破东的门，斩断铁的串。主啊，我知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手术人类万米，搁一再原谅阮的罪恶，这是何等的恩典！即马搁来我种种的混乱甲困境，原因就是人类无听主的教示。面对新的一年，阮需要做的不只是遵守主的律法，也爱四界传福音，才当互世间人回头来亲近主。重建和平的地球，透过祈祷，你的神会伫阮的身边陪伴阮、保护阮。求你坚定阮的信心，每日遵守你的教示，一心信靠主。阮为着旧年年底韩国的飞机失事不安，求主安慰遗族，嘛求你保守伫咧病痛中的兄弟姊妹早日恢复健康。过来，南门教会有主任牧师的交接，求你保守，也纪念张牧师伫咧南门的贡献。恳求你继续带领台湾向前发展，成做上帝国的见证。以上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即时邀请圣歌队献诗
因仔要现的诗是主你引带保护我。美妙的歌声，虔诚的敬拜，感谢圣歌队的学老。诵读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7节，以及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5节到第9节。咱先看创世纪第12章，伫个旧约圣经第10页。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厝，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赐福因；咒诅你的，我要揭发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
阿伯兰照耶和华吩咐的话就去，罗德也介意去。阿伯兰出赫兰的时75岁，阿伯兰带伊的某撒来，甲伊的侄仔罗德，以及因伫赫兰所住积的财米所得的灵业，因就出去要去迦南地，因就到迦南地。阿伯兰经过迄个地，到伫事件的所在，到摩利的上丘，迄时迦南族要咧大。耶和华对阿伯兰出现讲：我要将即个地方赏赐你的后裔。伊就伫遐为着对伊出现的耶和华去一座坛。再来，咱看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50到第90节，伫个汉尼布圣经新约第206页。当批判阮得到即个的，就是上帝，伊也用伊的神做定互咱，所以阮常常好胆，知阮踮伫身躯，就是甲主相离，因为阮咧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安尼，阮好胆。也搁较欢喜离开身躯，甲主相甲踮。所以无论踮伫身躯，也是离开身躯，阮所伫的是互伊欢喜。讲道，请周宣信牧师讲道，题目是为赫兰到迦南。我是甲咱同心来祈祷，阮的大牧者。赏赐阮性命，也是阮人生的主宰，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引传阮经过2024年，阮众人会通进入2025年。主伫即个时日的中间，阮感谢你，有时有风，有时有雨，有时阳光灿烂。伫一切阮所经历的事，拢伫上帝你的掌管的中间。主啊，阮恳求你头前，不管是清水草坡，还是死荫山谷，你永远照你所应允的，你会推你的管安慰保守阮，引带阮，互阮到伫稳定的所在。主啊，阮恳求你，虽然阮毋知明仔载所要面对的，总是阮真正相信你是迄个掌管明仔载的上帝。不管阮人生如何的变迁，只要上帝你呼召阮，只要阮靠信心来坚定，来回应你的呼召，上帝你会负责阮的人生，你会负责阮所要面对的一切。阮所恳求的，就是互阮有更较大的信心，仰望主，也缀你来行。阮今日知影伫即个所在来敬拜，对所谓信心的老爸阿伯拉罕来学习伊甲上帝你的关系，也毋望伊甲上帝的关系会成做阮每一个个人甲上帝你的关系。阮也会通因为安尼是受称做一个有信仰、对上帝有十足信心的人。人真有限的传达，对真理真有限的了解。主啊，愿你用真理的灵、圣神本身，来对每一个你所创造无同款的人，拄着无同款的问题，兄弟姊妹，通过今仔日的信息，互阮有所领受，得到快乐，亲像鹰鸟体实飞悬，跑走头前的道路。这是阮同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我相信咱大部分的人拢是移民的后代啦，吼。咱拢捌听过讲登山过台湾。我毋知恁兜的族谱，你敢知影？你朝第几代？第几代来台湾？
我本来买车，阮大概涨价宜兰，我看我敢若第28代的款哦，28代啊，长山过台湾。总是后来我去看网络，你讲其实毋是迄个唐朝的唐，然后长山过台湾，是应该是长吼，即个长长山。啊，伊是讲，因为即张相片是吴芳林家吼，第一代移民来台湾的吼，啊，伊馆顶有写长山吼，迄个长山。啊，不管怎样，我想咱拢捌听过即种的俗语，讲长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圆啦吼。啊，这代表当时确实咱的先民要对迄边过乌水沟来到台湾即个生疏无了解所在，心内实在是非常的复杂。一定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啦吼，因为当时清朝一段时间，这种移民是违法的，你是违法袂当啊来到台湾的，啊，佮特别迄乌水沟的考验，台湾即个较啊，也毋是真开发的所在，即个疾病啦，即个啊，咱毋知的代志真多，所以还佫有一句俗语安尼讲，你捌听过？6死3老1回头啦。哦，当时要过来台湾，咱的先做就是60%的人无法度适应，可能伫即个过乌水沟的时，也是到来台湾无偌久就破病死。有3个会当留咧，有一个大概感觉来遮无亲像遐好，所以佫回头倒转去即个中国。所以30%的成功率啦吼，30%。啊，咱的先祖大概拢是真敢冒险的人，啊，3成啊，我是毋是要过去？过去了拄着什么代志？成功率不是很高，啊，总是因就是安尼来到台湾来生活。这差不多是离咱即摆400年前的代志尔。你咧想看当时真正因？伫即个本地都无法度人生活啊，逼到无法度，我来冒险，是甚物款的心情？莫讲足久啦吼，其实我家己本身的体验，我讲我伫美国咧募会时阵，遐早期留学生，1960年代、70年代坐螺旋桨飞机来美国的人，因为当时离开台湾的时阵，嘛想讲无机会通倒转来。大概就是甲遮的亲人是生离死别，迄拢无偌久以前的，所以迄种的心情，要去一个新的所在，要伫遐一个新的生活，毋知有甚物款咧挺互咱，无人知影。迄种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惊吓，也有真侪即个毋甘离开即个所在，迄种的心情，这是干那即几年的代志，那4000年前咧。阿伯拉罕受称作信心的老爸，为什么伊受这信心的老爸？伊对上帝的信心踮到今仔日的你甲我，所有上帝救恩爱对伊来讲起。所以咱读创世纪12章以前，上帝我用大水的审判，然后12章了后，忽然间这个人物来出现，伊的名本来毋是叫做阿伯拉罕。伊的名叫做亚伯兰吼，所以你若看创世纪11章，忽然间这个人物来出现，伊的老爸叫做他拉啦吼，哦他拉亚伯兰毋知是毋是大囝，你若看这个，伊生亚伯兰吼，亚伯兰本来是亚伯拉罕的名，是上帝改名的，伊生亚伯兰，然后是拿霍哈兰，伊的小弟哈兰才生罗德吼。这个创世纪咱读咱就知影罗德后来甲伊的阿伯安尼两个人有真侪代志发生。这个罗德的老爸哈兰真早就死啊吼，因本来住是伫加勒底的尼城，总是伊的老爸毋知影有一天想着招伊的囝亚伯兰带孙罗德甲新妇。拍算讲，咱莫阁住遮啦吼，咱来去迦南。所以因三甲就出加勒底的尼城
要去迦南地。所以看咱看地图，知影这超1000公里，1000公里的移民，伫4500年前的情形。所以因到赫兰的时阵就住伫遐。所以咱今日有两个所在，一个赫兰是人的名，一个赫兰是地方的名。所以咱看是用今日地图来看，这个尼城吼，加勒底、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是今仔日伊拉克的所在，为遮出发。因后爸他拉想讲，咱来到迦南地，总是毋知什么原因，因为遮行到今仔日土耳其这个所在，赫兰的船全停伫遐，都无伫迄个所在行。足趣味就是为12章的时，咱毋知影上帝为什么去找即个人。真简单，圣经予咱的资料真简单。上帝忽然间有一天，毋知是伫伊做梦，还是伫什么情形内底，伊甲亚伯兰甲伊讲：我毋望你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我要去指示你去另外一个所在。你若要安尼做，我就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互你的名做大。若甲你祝福的，我会祝福伊；甲你咒诅的，咒诅伊。后来一句话讲：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你若照我呼召，我的offer甲你安尼讲，你若要安尼做，我的条件是安尼，我的对你的回报是安尼。所以这个一直拢是咱信仰上一个真大的奥妙。为什么上帝会拣选约瑟甲玛利亚做耶稣的老爸老母？为什么上帝会主动去亲近一个亚伯兰？去甲伊讲，你做这，这完全是咱无法度通了解的奥妙。上帝主动甲亚伯兰甲伊提议，你即马离开这个所在，然后你若安尼做，我就要，咱讲这是上帝的呼召，伊甲你提出一个邀请，一个 offer。中间就是你若安尼做，离开，分别做成，然后。照我所指定，带你行人生的道路，我要互你，我要祝福你，我要互你成做大国。大国当然检查想讲你的后裔啦吼，你的后代会变做非常多、非常大的一个族群吼，会成做大国。你的名要互尊敬最大，亲像咱今仔日尊伊做信心的老爸，亚伯拉罕。讲到基督教信仰，甚至回教的信仰、犹太教信仰，无法度通离开亚伯拉罕这个名。伊的名确实得到尊贵，最后就是地上万族。后来今仔你甲我，咱虽然是台湾人，总是咱嘛因亚伯拉罕主要所基督出世伫这个世系下面，咱得到上帝救恩的福气。后来这个代志到今仔拢已经得到成。所以咱来看上帝伊呼召是分别出来，你莫带伫你的诗，这个你家己本来的所在。你若愿意信靠顺服，我指示你去什么所在，你就去迄什么所在。你若顺服伫一切带领，我就要祝福你。照圣经讲，迄个时阵75岁，当然咱对因当时咧记会迄个毋是真清楚啦。大概也毋是真少年啦吼，路德甲伊去，伊出赫兰的时75岁，所以咱通了解就是亚伯拉罕75岁时甲上帝第一次的接触，伊二话不说，伊马上回应，所以以后伊就建立一个真亲的关系。为遐伊就离开本地本族，头先讲赫兰，伊就开始往以色列，为今土耳其行到。以色列这个所在来，都是为12章了后，上帝要成做大国。这个检测是亚伯拉罕上5万马上看见实现的一个应允。我已经渐渐愈来愈老，你讲要我成做大国，到底伫什么所在？所以苦伫遐咧等候，你若一章一章安尼甲看，12章伊确实。就开始盘算，
我毋知为什么伊往行为迦南。上帝甲伊讲，我要指示你去迄个所在。伊必来说讲，伊离开的时候，毋知要去什么所在。总是因为因老爸检测对有影响。咱一开始就是准备要去迦南嘛，咱是到这个赫兰的顺续叫停留伫遐，所以伊就继续潜意识就是安尼，我就是为迦南遐去，所以伊就去到迦南。无拍算去到迦南，你带我来遮煞拄着饥荒啊！伊不得已就煞搁离开迦南去到埃及13章，饥荒煞了，伊搁倒转来迦南地。去带着希伯伦，然后甲伊的狄拉来分手，狄拉就走去到索多玛、蛾摩拉，这故事咱知影。伊为着即个孙要收拾伊真侪惹出的祸患，伊甲迄阵迄个部落吼，一个一个亡真侪。伊煞介入，为着要救伊的孙伊伫遐也发生战争，4王甲5王之争。到15章的时，咱看见上帝搁一届提出12章甲伊讲的，所以即届有较特别，有一个立约的仪式啦吼。伊就准备讲，上帝要求亚伯拉罕，你准备山羊、绵羊各一只，搁有遮个鸟粉鸟也是迄个迄个细只鸟安尼，伫遐做立约的记号，所以伫遐有一个立约的记号。过入去，伊等到11年以后，上帝你讲要互我成做大国，都无法度咧，愈来机会愈来愈少，所以伫撒拉的建议下面，伊采取家己的方式，伊甲夏甲吼，就是伊的迄个女仆吼，伫遐东房生伊是玛丽，这后来也成做今仔日世界纷争一个导火线吼。迄个时阵伊已经86岁。上帝也无应允，也是无应允。上帝最后甲伊立约，做记号是伫17章吼，甚至改名。即届以前伊拢叫做亚伯兰，到创世纪17章了后，讲你莫阁叫亚伯兰，你要即叫亚伯拉罕，意思是你要成做侪国多国之父，你会成做一个国家的即个开始开源，然后要求讲。所有的伫你的家族生的，拢都爱行角咧，做伫恁的身躯留落记号，后摆恁拢会知影，我是甲上帝有立约记号会做。所以咱来看一看，伊伫迄个所在立约的时阵是99岁吼，所以甲伊讲我要甲你立约，然后你要叫做亚伯拉罕，这是到创世纪17章的代志。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旅途啦吼。我想咱拢会特别伫现代社会，咱要出国足简单的，咱会移动，咱要去倒位？这过年9天的假，我来日本，我来越南，来倒位佚佗。你要去迄个所在，目的无同，心态就无同。所以咱才讲有一寡南部的人为着。咱足侪检测也为南部北漂来台湾、来台北讨生活，为着结婚，为着各种的方法，迄个心境绝对会无同。有时是逼迫的，咱看今仔日伫以哈战争中间，即个伫加沙遐个人，无法度我爱逃难啊！战争来到，我无走袂使啊！为着搬徙，为着移民，为着工作，为着旅游，咱会搬徙。总是今仔我要强调是，你敢会为着一个呼召，你敢会为着一个属灵的神秘经验来做你的决定？我要安尼做，我要安尼行，我感觉这是上帝对我的调命，我爱去做这个代志。所以，迄个移动有短期性的啦，我著工作上，我著伫迄个所在，所以我会安尼来迄落长期性的来忙。我会决定我去的所在袂比即马较歹，咱才会加线。我要倒来，我去的所在搁较安全。我要找头路，遐台风搁较好。我要安啊，咱拢是为着一个搁较自由、搁较好生存的环境，伫咧所在。所以咱看见，过2礼拜，川普就要上任，真侪
伫即个美国的非法移民非常的惊，我会被遣送回去，我伫迄个所在。所以咱看见最近遮个拢赶在讲1月20以前，就是1/1000的机会，互我会通留伫即个所在，比我倒转我家己故乡搁较好。遮就是人真自然的心态。我毋茫找一个搁较好生活的环境，所以为着安尼愿意承担必要的风险。所以咱有时看最近特别这2-3年，为中国的非法移民非常的多。你若看网络，因的路线其实中间有真侪人中间都丧失性命，想尽办法来进入到遮个国家。即摆欧洲遮移民的问题嘛非常的大。我愿意承担必要的风险，为着搁较好的机会。所以我强调就是呼召咧，一个神秘属灵的经验。对阿伯拉罕来讲，伊无少年75岁啊，已经到你人生敢来个耍？你知影较侪岁了，实在是无啥爱去耍叮当。我的人脉拢伫遮，我所熟悉的环境足方便的啊。我遮尔较遮尔侪岁时，你要叫我离开舒适，真感觉已经足习惯的所在，行入去完全的未知。这个是需要真大的决心，特别伫迄个4000年前，无计划、无权利可循。现在咱讲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咱网络一查，遐即摆温度几度，遐的货币，遐的生活水准什么款，咱拢有法度查会到。伫迄个时阵无咧，完全无，干那一句上帝的话讲，你离开遮，我带你去，你缀我行，甲只有上帝的话。是边我想为边人讲你性格伤白啊啦，你走火入魔啊啦，什么上帝呼召？其实咱到今仔日有真侪老实讲，遐囡仔家己有想要上帝呼召伊，诚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上大阻碍拢为父母遐来周围的人，你信伤袂去啊！头路好好。为什么不爱做这？要去定心你的生活，是不是太不理智了？总是阿伯拉罕，伊就是豁出去了。是我唔知影，我嘛无十足的把握。这个呼召所带来后壁是什么款的人生？保罗嘛同款。伫大马色的路中，上帝呼召伊的时阵，伊唔知影佫落去会拄着什么款的代志，总是伊就是凭着单纯的信心豁出去，采取迄个行动。如果是上帝呼召，到这个所在，到迄个时阵，你真重要就是每一个时刻，上帝会互你当时的感动。譬如讲阿伯拉罕来到迦南地时，我就行到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即摆拄着饥荒，所以当下检测上帝互伊感动讲，无你就爱搁先避难去到埃及，等迄饥荒过，你才搁倒转来。所以后来每一步所拄着的代志，拢都爱仔细判断、聆听上帝伫当下互伊的迄个感动。圣经讲，这就是信心啦。上帝袂甲所有伊对你人生的计划摊出给你看，你都毋知明仔载爱拄着什么代志。你若照上帝意思行的时阵，无一定拢是祝福，敢毋是？有时甚至是患难艰难才会困苦。对保罗来看，对阿伯拉罕来看，拢是共一样。所以对上帝的信心是一种笃定啦。坚持啦！我相信我甲上帝关系，伊对我的呼召，别人看检测是一个喊果，对我来讲是一种真确定的代志。所以为着这个，我确定我家己甲上帝关系，我坚持来跑走这个道路，所以相对完全的信靠。所以希伯来书11章特别讲伊
伊要出去的时阵，拢毋知要去倒位。上帝要带你人生的道路，特别是你中老年之后，你已经中年啊，已经老年啊。上帝呼召的时阵，伊豁出去就完全的信靠。所以有时我咧会通相信讲，无一定啊。阿伯拉罕也是保罗周围这朋友也讲，较理智一个，较理智一个。上帝然后呼召你检查有更较清楚的细节。所以圣经讲，如果上帝拢甲你讲了，迄都无叫做信心啊。因为我相信上帝，伊若呼召我，伊会负责我后来要行的道路，因为上帝安尼讲。所以上帝话语的能力，讲上帝若安尼讲，伊安尼应允，伊安尼讲，告我到活命在伫我，信我的人随风死也要告我。伊安尼讲，我完全的相信，虽然我也经验未够。上帝话语的能力，伫以赛亚讲，我嘴所讲的话，绝对袂空空倒转来我遮。耶稣所讲的话，伊会应允，袂空空倒转来我遮。要成我所欢喜的，互我神的意志能够得到完全的这个显现出来。所以上帝话对咱是毋是有这种的影响力？最近有几届的这个个别礼拜，我都用这句话，家己反省，家己想。耶稣甲马大问讲：你相信这句话无？国活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随风死，也有要告我。最近的感受，我讲，如果真正你若毋信这句话，咱毋免做基督徒，因为迄个永远的活命就是咱信仰的核心。所以有时咱甲上帝关系是，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人生的规划，我有我的计划，总是因为你安尼讲，无我来试看卖。这个是彼得的经验。彼得的路加5章第40到第6节。耶稣照伊的船伫对步岸边的群众讲道了后，伊甲西门讲，你即马船甲开较深的所在，搁一届来爬网讨鱼。西门即个专业的渔夫甲耶稣讲，先生，阮已经试过啦，规暝拢讨无啦，总是因为是你的话，你的话对我有意义。你的话对我也有吸引力，我来试试看，我就要爬网，就因为安尼来经验到上帝关联的第一步。所以是只因为是你的话，是咱有咱的想法，咱的计划，人生的计划各方面。就是如果上帝启示是因为你的话，我转变我的方向，我转变我的态度，我就来试试看。上帝，你的话会带来什么款的结果？所以豁出去，开始行人生的道路，全新的开始，全新的人脉要安怎去建立，全新的事业等等遮的。今仔咱进入伫新的一年，新互咱拢有一个期待啦。咱嘛毋茫我变一个新的人，甲旧的我家己对家己无满意的所在，我会通来甲伊抛弃。对上帝的观念，我有新的看见无？教会有新的意向无？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婚姻，我对我囝儿，是毋是会通有新的开始？新的关系，我会通搁一届来开始。所以伊有说讲，咱旧的代志吼，有时会渐渐败坏，你不去处理它，越来越坏了。你甲牵手，你甲你囝儿的关系，你甲某人的迄落，如果你若无迄落，是渐渐败坏。若是伫上帝内底做新创造的人，毋上帝真理甲伊重新塑造咱的信仰，塑造咱的人格，重新来起造咱的家庭、咱的婚姻。伊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讲。你要互人得到福气，所以上帝救恩对呼召一个人开始，到是今仔日，地上万族因为亚伯拉罕得到福气，所以毋是甲基督教咧纪念亚伯拉罕的，你讲回教嘛是，
犹太教嘛是全世界偌侪人去纪念这信心的老爸亚伯拉罕，伊诚做上帝祝福世间人的管道。亚伯拉罕的伟大，随上伊是甲咱同款平凡的人，有性命会死的人，总是对上帝信心，诚做你甲我学习的对象。亚伯拉罕伫即马4、5千年啊，我拄好有一个真奇妙的经验。我伫顶礼拜拜二去开刀啦，小手术啦。啊，感谢上帝，70年第一遍住院，毋捌住过院过。啊，离世平安眠，就伫马街过。我想啦，住过病人知影足歹困啦吼，足歹困啊！伫迄个所在想，奇怪啊，2024年的平安眠，这嘛真值得纪念。想讲，住伫马街。我想讲，150几年前，马街敢会想到讲，伊会影响到伫100多年来，某人伫迄个所在，因为伊来得到福气，伫马街来得到医治。其实马街敢若亲像亚伯拉罕一样，在1870年，即个伫 Ontario 即个托伦多边仔即个所在 Oxford 多啦，伊经验到类似亚伯拉罕的经验，伊回应上帝的呼召。迄是100几年前，一个白人完全无了解台湾的文化、东方的文化，袂晓语言，逐项都袂晓。上帝甲伊讲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我指示你去做的所在。我伫2017年有一个机会去到托伦多，特别走去到马街故乡佐拉村。伫托伦多时啊，还佫有一地真庄卡，伫庄卡的所在，即伊教会的故乡的教会。其实伊受到一个当时伊的牧师姓马牧师吼，英文毋知啦。这个马牧师对影响真大。这个马牧师任来鼓励38个青年人献身，其中也包括马街。上帝对马街的呼召，我毋知是甚物时阵开始的，总是伊决志要成做一个宣教师，所以对佐拉村开始出发。你来甲看，1871年10月19，差不多坐2礼拜火车去到旧金山。然后坐船来经过太平洋来到日本香港。伊本来计划敢若是要去中国，总是后来伊煞来到台湾。1月初1来到高雄。当然第一个找就是已经伫台湾的一寡外国的宣教师、李修牧师伫遐去了解台湾的情形，然后。李牧师讲，伫南部已经有7年啊！咱知影1805马雅国组织来社会，已经有一寡宣教师伫南部咧做工。李牧师讲北部无人，而且伊是无共阮社会，一个是加拿大社会，一个是苏格兰。你是毋是愿意去北部去传耶稣基督福音？也因为安尼，伊伫3月初9来到淡水。咱今日若去淡水，就会看到即个。雕像伫迄个所在，你甲想看觅啦吼，人种无共，语言无同，对台湾的了解绝对是非常的浅薄。一个完全陌生之地，28岁的青年人，伊到底什么款的心？到底是什么款的心情来到这个所在？当然，伊背后还佫有伊的车会通好甲帮衬啦。总是伊所拥有的就是。所调上帝呼召，所以咱知伊的日记写讲，宣教师来讲，这个所在就是，这个所在就是你的宣教师，就是上帝要呼召你来迦南地，所以一个完全信靠上帝的心。所以今仔咱看见150几年后，我伫马街病院得到好的照顾的时阵，这背后是毋是伊诚做祝福的管道？遐马街病院人遐尼多病人出入入，拢是因为马街来得到福气。伫宣教方面、伫教育方面、伫医疗方面、伫对台湾的自然环境的这探讨，伫民俗文化方面的研究。虽然伊28岁来59岁就过身，
30年，中间以后转去加拿大几届，总是这20-30年是遮尔啊精彩，影响到今仔日150几年以后。所以伫当时有看见这是伊的故乡的公园游园，有做伊的铜像甲伊的这纪念碑。加拿大人嘛对马偕感觉非常的骄傲。伊所做对台湾的影响。最近世界上有咧介绍2本册，叫马偕牧师甲马雅各，一个为苏格兰来，一个为加拿大来，伫上帝的呼召内底。最近有这2本册，这套册会出来，是较互伫较这个中小学较读较简单的，咱会通去了解，遮个人伫什么款的背景动机下面，会做出这种的行动。我咧想，当阿伯兰来到迦南拄着饥荒，伊伫迄个所在等75岁，等24年，等到无法度通等的时阵，伊对上帝的呼召敢无怀疑？当马偕来到台湾，我满心热血要来传福音，互破屎啦，去互结石头啦，各方面的代志。佮上帝，你为什么伫50几岁来，互伊得到喉癌？无法度讲话到迄个程度，因敢捌怀疑过上帝调命，甲家己的抉择。照上帝无一定就一帆风顺嘞。因敢若一个讲，上帝你会负责，你会负责我凭着信心来勇往直前。所以长老会标志讲，宁愿咱的性命是烧尽了吼，不愿朽坏，可能边仔互烂去。我宁愿甲性命的光辉发挥到上大。马偕座右铭讲，拢是为基督，不管我做甚物代志，我拢是为基督。这个是咱所值得学习的。最后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拢会前线。最近这几个总是甲咱讲，咱伫地上拢是暂时，拢是过客，拢是一个客旅。我们要为这个所在前线去到永远的国。所以死亡对你甲我来讲，拢是一个未知的旅程。拢是为赫兰要到迦南的路中，咱要进入伫约旦死河，要进入伫迦南地，用充满信心的脚步，头前不管什么款，咱相信上帝永远甲带领。有一天咱要伫应许之地，保罗就是用这种的态度。所以最近在总结的时候，咱讲上帝互咱暂时用的这个肉体，这个布边，因时间伫外在做代志的摧残之下，渐渐败坏。咱中间真侪真长辈，老实讲，面对现实，我们只会越来越坏。那是讲肉体，咱愈来愈行路无法度，听无法度，亲像昨昏剧组长老咧唱歌。咱会记伫咱后来需要人帮咱。如果干那一世人，如果无迄个永远的所在，咱今仔日无需要伫这个所在来信靠主耶稣。咱伫这个所在劳苦叹息啊，叹息劳苦，你要面对的会越来越艰难。总是毋是讲安尼，我就学琼瑶讲安尼，我家己自我了断，无毋茫啊，这都愈来愈绝对是。无咱咧望更较好伫后壁，互迄个会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保罗甚至甲这哥林多的这个教会讲，打避万难得到这个就是上帝，上帝用伊的神做定互咱，就是讲上帝用当圣神，甲你圣神放伫你的心内，做你将来得救、得到永远活命的凭据，相信圣神在咱的心内，这是咱将来领受永远活命的凭据。所以保罗，伊受呼召了后，伊的人生老实讲是悲惨的啦吼。不管拄着海难啦、受糟蹋啦、受关押啦，甚至后来互人斩头，保罗伊笑对这一切，伊常常好胆。伊讲，如果上帝互我伫世间的使命若煞，我更较爱倒转去到上帝永远的国度。今仔日咱上帝呼召你伫各种无共款的职位、家庭、
社会各方面，都是咱向迄个英文的地迦南来迈进。所以希伯来书讲，就出外伫所英文的地，亲像伫毋是家己的地，这毋是咱家己的地啦，敢若暂时伫遮尔。咱会通到2025，我们有没有办法到2026、2027、2028？毋是咱，这是暂时伫即个所在。所以咱徛起伫布边内底，这是咱所承接的，是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共一样的将来应允的地。所以保罗伊的人生观讲，所以我今仔日咧伫世间咧生活，不管拄着好歹各方面的艰难困苦，我是对信心咧看，因为我看到迄个死门后壁，迄个搁较水应允的所在。所以伊家己讲，今日上帝互我伫世间踮伫身躯，我尽力来互上帝欢喜，就是将来有一天。上帝讲：“你煞世间的劳苦，听我转来永远的厝地，我犹原是第一，互伊欢喜。”新的一年，咱毋茫对赫兰到迦南，对地上到天顶，咱拢毋知影。咱凭着对上帝的信心来回应伊的呼召，永远的地来迈进。所以咱用这个金句来做咱今仔日做伙学习的。所以。无论踮伫身躯，也是离开身躯，阮所伫的是互伊欢喜。哥林多后书5章第9节，咱每一天毋茫互上帝欢喜，直到咱领受到阳光的冕旒。做来祈祷，主，阮爱学习亚伯拉罕，阮爱学习马该、马雅各，阮爱学习侪信仰前辈信心。会楷模，互阮跟缀你来跑走阮的人生每一天的日子。学习保罗讲，阮所伫的，就是互上帝你欢喜。这是阮动心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们。这是因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572首，是帮主坚固。请起立。
请坐。洪宪，请梁家宏、张宇慧即书施宪。请坐。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斗阵来敬拜。礼拜了，请留来互相请安交谊，也欢迎到地下室斗阵响应爱唱。第二点，刑事日，咱今年第一季就是正月到3月刑事日已经安排妥当。请兄姐过捌收看，若有轮值服侍的兄姐，请特别注意家己服侍的日期项目。若需要订话，也请互办公室知影。感谢。第3点，春季互惠，今年春季互惠要伫个后礼拜，就是正月19召开。今仔日咱的公告详细的会员名单伫个公布栏，若有问题，请甲小会书记和中央长老联络。为了准备互惠手册，请各事工小组甲各团体赶紧准备好报告，伫个今仔交予办公室。目前的会友通讯录也已经搭伫个1楼，请兄姐过目。若有变动，请填写新的资讯。若无需要更改，请拍勾仔确认。感谢大家的配合。第4点，礼拜3的查经班，礼拜3早起10点，伫个教会6楼的查经祈祷会，要伫个即礼拜3，就是正月初8恢复举行。查经目前的进度是约翰福音11章55节到12章50节，欢迎兄姐斗阵来参加。第5点是建堂募款，后礼拜日就是正月12日，要有台中西屯教会周仁和牧师为了因的教会建堂的需要，前来本会进度募款请安。第6点是长执会甲小会，刘牧师临来想要一遍的长执会甲小会，要伫个后礼拜日爱参了召开，请长执同工预留时间参会。第7点，感谢2024年大港到圣诞节期总共40天的灵修密修活动，都要圆满结束。感谢长执同工
甲会友的参与，特别感谢赖明恩长老甲谢雅英姊的辛劳。第8点，周报核定本，若兄弟有收集周集周报的习惯，请为旧年规年的周报周集好上交陈干事，阮会帮你免费装订。都会记个周报第一页写你的大名，到正月2日截止。再来是集体关怀，请为着身体欠忙的兄弟代祷，请特别为伫个家护病房中的吴中儒牧师、郭正弟兄，以及咱一寡目前伫咧进行化疗甲放疗的兄弟代祷。告解消息甲代祷事项，请大家家己看。顶礼拜奉献在周报后面，请大家家己看。牧师毋知有要补充？好，几项代志吼。第一个就是咱2礼拜以后的后会第一场礼拜暂停吼，1月19，那是联合礼拜。第二项，有人咧问吴中伦牧师的情形，吴中伦的中央长老的弟弟啦吼，伊12月初倒来台湾重感冒，引起严重的肺炎吼。所以即马伫马街，即马渐渐好转啦吼，伊毋是伫美国，所以也渐渐在好转的中间。我趁这个机会来介绍几个今仔日伫咱中间，特别先来介绍迄个水波教授的查某囝苏甲伊的先生 Vance，因特别倒来甲爸爸妈妈大家敬礼，欢迎，谢谢。另外我就迄个苏正林兄吼，因家族吼甲为着Amy 吼苏婉玲姊妹伫个别的中间教会对因的帮助，伊特别来甲大家谢谢。毋知影佫有我需要特别介绍的人也无？无咱就来行平安礼。好，咱即摆来行平安礼。
去日斗阵用信息619首，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结束了，请张牧师祝祷。考教训长老，甲我的表嫂教训长老娘，这手我大家看。我 family 感觉真 proud 吼，因为伊的爸爸考公员长老收集台湾所有近代艺术家，所有这李梅树啦吼，这蓝英鼎足侪话全部奉献倒转来，互国家做伫台中的这美术馆咧展览，最近会去伫中华咧展览吼，拄好转来参加那个开幕，100几台湾近期艺术家的这个展览吼，我有机会通好去看。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会读，线性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互咱为赫兰到迦南，对地上到天顶，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散会